王爷，可有天宝的消息？暂时还没有发现，不过属下已加派人手，相信多加盘查，必能找到线索。大宝，大宝，你给我出来！哎呀，师傅，你还是别骂了吧。啊，我没开始骂呢。哎呀，你是不是等着看戏呀？你把他给我骂出来！我不行，我这金口啊，做不来这种事情，还是你来骂吧。你骂不骂？哎呀，三娘，我真是骂不动他的，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三娘，你再想想办法，哎，不然的话，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看他出不出来。啊，你不行不行，要是我爹回来了，看见我们把房子烧了，他一定会气死的。哎，小蝶，你以为他有那么大胆？把他给我骂出来！哎，放火不行就放烟呐，实在不行烧那个胡椒粉，要不然就放几串鞭炮，这也是一条妙计呀。骂人呐就算了。好，我还不求你了，我自己把他骂出来。好，你骂。大宝！你们都来了，看我赶制的衣服怎么样啊？这是你新做的衣服啊？哎，原来你躲起来当裁缝啊？你做的这身宋诗的衣服还真不错呀。你穿这衣服什么意思啊？光穿一件宋诗的衣服就有人给你作证吗？我思来想去，总觉得骂人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切什么？这里又没有菜让你们切，骂人是会教坏小朋友的。可是我们现在又没有人证，怎么打官司呢？你又错了。我问你们个问题，你们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不敢出来作证吗？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官司打不赢。要想让他们自己出来作证，是要给他们希望的，让他们觉得这个既年轻又帅气的宋诗一定可以打赢这场官司。哎什么？是的，我不年轻不帅气吗？哎呀，要是个女知府来坐堂呢，还差不多。你以为打官司是去比帅比年轻啊？真是朽木不可雕也。难道你们不知道谢不败一直用这招吗？大宝，你好的不学，净学坏的。你放心吧，本山人自有妙计。我不骂那些百姓，确实是浪费了我这3寸不烂之舌。不过我可没说过不骂那个知府啊！我要骂的他狗血淋头、醍醐灌顶、良心发现、痛哭流涕、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到时候人证自然会自己出来作证，这人证物证俱在，还怕孟老爹放不出来吗？啊，大宝，你怎么突然变得有点说话怎么这么快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就觉得天空特别明亮，脑子特别清晰，口齿特别伶俐，啊，有种说不出来的舒服。难道你恢复记忆了吗？还没有，可能是昨天晚上睡得太好了。总之啊，这场官司我非常有信心。哎呀，来，快坐，好小子，我给你捶腿啊！我给你捶腿。3年给你弄点肉喉茶，到时候可要好好发挥呀。哎，自然。来。王爷，明日就要开堂了，咱们不如提前把打官司的宋诗控制起来，到时候一审结案，岂不万事大吉？你要控制宋诗？对，只要控制了宋诗，到时候再从速斩了闹事的乱民，一来杀鸡儆猴，二来呢给定州一事压了一顶帽子。日后谁要再敢闹事，大可依照此案例，速判速斩。侯大人，你我此次来定州，是来平息民怨。如果你贸然操纵宋诗，一旦事情败露，那民怨可就再难平息了。怎么会暴露呢？哎，王爷，你也太过小心了吧？是，9000岁有令，此事不能再有任何差错，一定要多加小心。侯大人，你看，这此次打死锦衣卫的暴民里面有一个叫孟富贵的，
好像也是名宋师啊。知法犯法，非斩不可。升堂。带人犯。走，快走！快点，走！走，快点！回去了，你们回去。孟老哥，快走！爹，孟老哥，回去，回去。跪下！跪死！跪死！我是冤枉的。大胆孟富贵，本府没问你，你却咆哮公堂。本府要治你个扰乱公堂之罪，给我打！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且慢！知府大人，本宋师请问，如有冤情，本朝律例可有明文规定，勿许人喊冤啊？怎么回事？朱天宝居然没有死，他好像没看懂我们。冷气，经过机密。没有这条律例是不是？知府大人熟知律法，公正严明，一定是因为心里挂念本案的案情，这才严肃公堂。本宋师佩服之至。那是。请问知府大人，这两位是？大胆！这位是京城来的王爷，这位是锦衣卫千户侯大人。原来是京城来的王爷和千户大人，有两位高官坐堂，加之青天白日在上，孟老爹等人的冤情一定能够昭雪。知府大人，你说是不是？是，快说，话还挺多的，快说。遵命，知府大人。启禀知府大人，那日孟老爹本来是上街买菜的，正好遇到街市大乱，那孟老爹就上前去看看热闹。当日看到孟老爹上街买菜的人大有人在。试问知府大人，如果孟老爹有心杀锦衣卫，怎么会提着菜篮子招摇过市呢？他哪有那个水？哎，等等，口说无凭，有何人证啊？人证有很多呀，整个集市的人都是人证。乡亲们，你们都是孟老爹的好朋友，平常大家来往密切。如今孟老爹有难，我希望大家能够挺身出来为他作证，救孟老爹一命。王爷，外面那个宋师叫什么？他叫大宝，是孟老哥的徒弟。这不是孟老哥入狱了吗？他才以宋师的身份来打官司的。本地人吗？不是，是孟老哥在荒山野岭捡回来的，好像是摔坏了脑子。摔坏脑子？是啊，以前的事吧，全都不记得了。他以前在客栈里帮忙，后来才跟着孟老哥四处打官司的。行了，你出去吧。王爷，朱天宝居然没有死，他现在还在外边唧唧歪歪的，看来案子又被他翻过来了。不少老百姓跃跃欲试，都要站出来作证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没有死呢？天宝没死，他怎么不认识我们两个了？我也纳闷呢。这小子按说应该见到我马上逃跑才是，怎么会这般大模大样，竟然一点都不怕我？侯大人，他会不会是装的？他要是装的，我肯定能看出来。
真像那个衙役头所说，他掉下了悬崖，摔坏了脑子，失去了记忆。失去记忆？没错，而且我们此次来定州，便衣入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来做评审。天宝要是还有记忆，看到我们突然出现，肯定会受到惊吓的。我派人去探查探查。慢，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群刁民，出去看看。难怪你不会惊蛰，难怪你无声无息，原来是失去了记忆。不行，这件事绝对不能答应，一定要亲自查个清楚。大宝啊，你这3寸不烂之舌，把那个知府啊说傻了。那个知府只会点头点头，过瘾呐。那个锦衣卫千户啊，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煞白，哇，估计要气死了。看来爹这次肯定有救了。我们要戒骄戒躁，现在只是初审，幸好有人愿意出来作证，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对了，小蝶，你把孟老爹在案发时买的蔬菜准备好，明天上堂我有用处。可是那些蔬菜已经没有了。哦，那就把那个菜篮子拿过来。有了这个物证，再加上明天的人证，我看知府和那些大官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如果他们只是空口无凭，诬陷孟老哥的话，那这个官司我们就赢定了。哎，想起来就兴奋。我估计我今晚又睡不着了。哎，想不到做讼师的感觉这么爽。怎么了？我说错话了吗？那你就早点去睡吧，早点睡吧。精神，对，走，睡觉，睡觉大宝，你要好好休息，奴隶加油。等，让我兴奋一会儿不行吗？打完官司再兴奋也不迟啊！快，快去睡！等，我们再聊会儿吗？我还不困呢。别说那么多了，快进去睡吧。进去。睡觉，好好睡啊！好，金哥，我们走。快些！别走！你有句话是不是？金哥，不给我！我们在这儿，他睡不着。走。你好好休息，明天看你的表现。小蝶，我们走。加油！哎呀，小蝶，快走啊！加油！小蝶，加油！你就这样走了？这天才刚黑。还没睡呢，这么早就睡觉，那是凡夫俗子啊！父王啊！睡吧。天宝回来，却没有提我和侯国兴的事，多处是神色也不见有异。看来他真的是失去了记忆。我已是建兴王爷，若南也已经嫁给了我，可天宝却真的成了凡夫俗子。如今的记忆全失，一无所有，我还要杀他。怎么样？动手了没有？没有。你怎么没下手呢？他现在记忆全失，已经是个废人了，我何必对他赶尽杀绝呢？不行，
你太心软了，我去把他脑袋剁下来，省得夜长梦多。他完全没有记忆，对我们已经毫无威胁，这不是老天对他最好的惩罚吗？这比杀了他还有趣。他要是哪天恢复记忆了怎么办？要是他不识时务，我自有办法对付他。好了，我不适合待在这里，万一有人从京城过来，发现我跟他是兄弟，事情就不好办了。明天我先回京城，这里的事情交给你处理。也好，我先告辞。我知道你恨不得杀了天宝，但千万不要动他。就当兄弟，我恳求你了。好吧，我答应你就是。谢了。这就是孟老爹当天买菜用的菜篮子，这里面还有当时孟老爹买的豆腐。已经多日了，这豆腐都馊了。大家都知道，孟老爹这个人平时小气的要命，他怎么可能舍得打翻菜篮子而去打架？况且，见了西施豆腐家的赛西施，谁还有心思去打架呀？知府大人，如果您有雅兴去吃西施豆腐，而旁边有人在打架，请问您是否愿意丢下赛西施，而去打架助拳呢？我当然不去，真是太对了。换作是我，我其实不爱吃豆腐。我是说，如果换做别的男人，他们肯定也不会离开西施豆腐那里。就算是孟富贵那天去买菜，也吃了豆腐，可这也证明不了他就没有参与那天的暴乱呢。啊，万一他是先吃了豆腐再去的呢？知府大人说的非常对，万一是孟老爹吃完豆腐再去的呢？可是我那天真的是吃了豆腐才逛街的。哎呀，孟富贵呀，孟富贵，怪不得你输了一辈子的官司。爹，你可不要乱说话呀！对，我之所以摆出这么多人证和物证，就是为了理清孟老爹的动机。试想一下，孟老爹他在定州生活了几十年，如果没有斗殴动机的话，孟老爹会去参加斗殴吗？这个平时胆小怕事却又屡屡有着良好表现的善良小市民，在没有动机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敢对锦衣卫动上半个手指头的。知府大人，综上所述，不仅没有直接的人证和物证证明孟老爹是杀害锦衣卫的凶手，他连杀人的动机都没有。请问知府大人如何定罪？锦衣卫惨死在定州，难道是他们自己找死不成吗？对，这位大人一语中的，那几个死去的锦衣卫确实是自己找死。你说什么？启禀大人，锦衣卫作为我大明王朝的高级执法之人，确实有些权力太大了。那天那几个锦衣卫欺压百姓，收受贿赂，最终激出了民变，这实在是他们自己闯下的祸事，与定州的老百姓完全没有关系。是大胆，确实大胆。这些锦衣卫仗着天高皇帝远，他们作威作福。要是千户大人您能时时督导，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子作乱。大人，您真是被蒙蔽的好惨。侯大人，侯大人，你看这案子怎么结呀？这位宋师，你说堂上没有几个人敢动锦衣卫一根手指头，可是锦衣卫还是在定州的暴乱之中身亡。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那么就一定是别人杀了锦衣卫，对不对？请侯大人继续说案。如果是别人杀的，那你就找出凶手，证明跪着的这几个人是无辜的，否则锦衣卫
就是他们杀的。侯大人有没有想过，也许是那几个锦衣卫要杀老百姓的时候不小心砍到了自己人，说不定凶手就是锦衣卫呢。闭嘴！不管怎么说，一定是有人杀了锦衣卫。以本官来看，这几个人犯的嫌疑不能排除。要是没有真正的凶手伏法，任凭你说破皇天，这几个人也要斩首示众。师傅，你说是不是啊？大人，如果没有证据，怎么能胡乱冤枉这些无辜的百姓呢？天理何在？王法何在啊？小人请知府大人明察。王法就在这里。你要交不出真凶，那就是以包庇罪犯。本官限你在2日之内交出真凶，不然一起治罪，包庇之罪一起斩了。退堂！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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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没有王法，气死我了！哎，我真想去砸了大堂。哎，千万使不得，咱们斗不过锦衣卫。哎，太欺负人了！明明就没有证据，这不摆明着冤枉我们吗？大宝，再想想办法吧。大宝，我们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找出真凶。可是那天有成百上千的百姓在，要怎么查才能查清楚到底是谁杀了那几个锦衣卫？况且，就算我们查出了凶手，难道你真的忍心把他们送到锦衣卫手里？大宝说的对呀，哎，唉声叹气，怎么办？看来爹这次是在劫难逃了。不行，一定有办法，一定还有办法。你们又怎么了啊？孟老哥啊，想不到你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杀锦衣卫啊！我没有杀人，这里又不是公堂，你还怕个啥呀？知道吗？您老人家可是定州的大英雄啊！老子在外头经常受锦衣卫的欺负，还参拜那个狗屁的9000岁，拜了他还收老子的钱。您老人家诛杀祸国殃民的杂种，可真是替我们出了一口气呀！是啊，误会了，不是老英雄，请受小的们一拜。从今往后，您就是这里的大哥了。不，哎呀，起来，别这样，起来呀！孟老哥，您被斩首以后，我们几个出去，会为您立祠堂，子子孙孙为您烧香烧纸，让您永享香火。你可是我们定州的大英雄啊！是大英雄，被斩首。孟老哥好走，18年以后，您还是定州的第一好汉。好汉，我没杀锦衣卫啊！孟富贵，有人来看你了，进去吧。爹，女儿，哎呦啊！起来！哎，大宝，孟老爹一定不能放弃啊！哎呀，我看你们2个就不要再为我奔波了，只要给我送点酒，送点肉，那爹也就满足了。孟老爹，你说什么呀？小爹啊，人终究有一死，兴许爹早死，早脱生呢。只是我怕我走了以后，小蝶就无依无靠了。孟老哥，放心吧，我来照顾他。啊，不用，谢谢啊。大宝，过来。
我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我就把小蝶托付给你了。孟老爹，你要振作啊，事情还没有结束呢。小蝶，你听好了，等爹走了以后，有大宝在你的身边，我也就放心了。爹，哎呀，孟老爹，我不会放弃的，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爹，你要相信大宝，他一定会有办法的。乖女儿，不哭啊，不哭。结案要快啊，是。你懂不懂？下官以为，如果仓促结案，会不会激发民变？是不是从长计议呀？怕就怕夜长梦多。定州的民变，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办事犹犹豫豫、当断不断的蠢货弄出来的。是。你给我听好了，是。下次堂审必须结案，要是结不了案子，小心老子。啊，是。下官知道了，下官知道了。来，侯大人，您请。了结了案子，9千岁自然不会亏待你。啊，下官明白。下官明白。侯大人，请。开看！站一站！曹云桥看一看。给您看一看。给您看一看。哎，看一看。给大家瞧一瞧，看一看，不识字的站一站。乡亲们，你们要走就走，今天我可不是来说服你们跟我去喊冤的。乡亲们，你们也都看到了，这面冤字大旗已经打出来了。我想大家也应该知道谁是被冤枉的，谁不是被冤枉的。今天我大宝在此把丑话说在前头，孟老哥一案，我们不打算申冤了。为什么？这就是景哥在，动手。好。既然含冤入狱，还要含冤而死，那我们就无所顾忌了。反正孟老爹的案子不能申冤，我们就让孟老爹把那天见到的同伙们一个个都指出来。不是我，走与不走都能叫出你们的名字。不能叫出我们的名字？会吗？看见了没有？有效果了。果然，他们的痛处就是怕。你们手上拿的传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是孟来客栈发表的最后陈述，也是我们最后的选择。这就叫做有言在先。对，也就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其实不光你们大家怕死，我们也怕死。可是到头来，我们怕也是死，不怕也是死，那就不如轰轰烈烈的拉几个敢做敢当的好汉，大家一起走黄泉路，这样也热热闹闹的。虽然是无奈之举，可也算是壮举。大家说是不是？唉，其实本来有个皆大欢喜的办法。是啊，可惜啊，真是可惜。正所谓人心不齐，泰山不移，咱们也只能让官府为所欲为，想杀就杀吧。走吧，走吧，你们都走吧，走啊！我们以后再也不喊冤了。哎，你们真的有办法？有啊，可是有办法有什么用呢？还是让官府把闹事的都抓去杀了吧。反正孟老爹也救不出来了，就让那些好汉们陪着孟老爹走一趟阎罗殿，好歹孟老爹死后也有个可骂的人。
哎，别走啊！大宝，你别走啊！干嘛不让我走啊？你有什么办法？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何必把事情做绝了呢？大家说是不是？是。哎呀，我们把事情做绝，我们这是走投无路，只好走这条绝路了。哎，行了，走开，别打扰我。别着急走，你倒说说有什么办法是皆大欢喜的呢？是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定州人一定要团结，大家有难同当嘛！大伙儿说是不是啊？这个，你倒是说呀！大伙儿都等着呢，你倒是快说呀！这办法说起来其实也不难。我们散发传单，一村一县，亲戚朋友慢慢传开消息。只要我们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件冤案，官府就不敢只手遮天，就不敢随便冤枉好人。就算是那个锦衣卫的侯大人，也不敢匆匆结案。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怕什么？所以说，孟老哥他们冤不冤？冤不冤？冤。确实冤得很呐！冤！知府大人，赶紧宣判！知府大人，种种证据表明孟老爹他们根本不是凶手，却被无故扣押至今。现在，官府也该放人了吧？那你找到真凶了吗？没有真凶，他们几个就是杀人凶手。还愣着干什么？喊冤呢！冤枉！肃静！侯大人，这和那天民变的气势差不多呀。听听，这就是民怨。知府大人，今日就是判决之日。本宋师前番已经申明，孟老爹等人本是无辜百姓，被误抓进大牢认作人犯。今天定州百姓人人可以作证，孟老爹他们实在是冤枉，还请知府大人体察民意，英明决断，让蒙冤的孟老爹等人得以昭雪。知府大人，定州是万万不能再闹出大事来了，否则激起民变，定州所有的老百姓若是进入京城，在皇姑面前喊冤，万一惊动了皇上，请问知府大人，您这顶乌纱帽还戴得下去吗？你个大胆猪！刁民，竟敢咆哮公堂！锦衣卫何在？哎呦，让开！今日有人要祸乱公堂，藐视王法，你们几个给我打起精神来，看谁再敢闹事，就按反叛之罪就地正法。是。这位从师，本官限你在2日之内找到真凶。今天日子到了，人呢？真凶？你要真凶是吗？真凶就是你！孟老爹等5人无辜被抓，你硬是诬陷他们。他们若是被斩，你就是杀了5条人命的真凶。来人，在！把这个祸乱公堂、藐视王法、满嘴跑舌头的宋师，给我抓起来！我要治他一个暴毙之罪。是。且慢！知府大人，那天把箩筐扣在锦衣卫头上的是老爷子我，是我把他给杀了。胡说八道！你冷得连路都走不了，怎么可能动手杀人呢？
你不相信？好，我证明给你看。可否借刀一用？看看。现在能证明是我杀了锦衣卫吧？你个老不死的！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来人，在，给我把这5个人斩了！是。师傅，我们上！你们要再敢杀人，我们就跟你们拼了！造反！侯大人，侯大人，你是来平乱的，何必把事情闹大呢？啊！走！赵班头在，把他们给放了。是。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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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娘，快救他！大家快救人呐！孟老哥，既然已经放出来了，咱们就好好喝一杯，去去晦气。小蝶，快给你爹把酒倒上。嗯。哎，金刚、张半仙，你们也喝点吧。壮哉，壮哉！定州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要不是这位老人家，我孟富贵跟其他4个人就成冤魂了。大宝，你怎么这几天都不说话呀？你这样，我们大家都很心慌的。我正在思考生与死的价值。人活着为了生存而努力，然而我们努力了一生，为的又是什么呢？苟且偷生的活着，或者死的重于泰山。如果终究会死，那我们这一生该如何活着？又该怎么死呢？就像今天的老爷爷，他80几岁了，体弱多病，老迈瘦小，他连路都走不稳了。但是他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爆发出了烟火般的光亮。他在定州的老百姓心目中，就如同伟人，永远铭记。没错，他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老爷爷，我大宝敬你一杯。您在黄泉路上一路走好。老人家，我敬你一杯，一路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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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宝，你都失去记忆了，还敢跟我作对？看来我跟你的梁子是上辈子结下的。去，放飞哥，火速把冷月招来。是。去，放飞哥，火速把冷月招来。是。起来！此人乃锦衣卫要犯，我要带走。输了就得死。我说了，今天这个人我要带走。如果谁敢阻拦我们锦衣卫，我就封了这个贵市。来人，在，给我把人抬走。是。哎，你睡得好不好啊？我睡得恍恍惚惚的。还有，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这梦里有没有我？和赵半仙儿一块儿啊？走开！爹，你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啊？我梦见一只仙鹤啊！你驾鹤归西呀？你才驾鹤归西。我梦见的这只仙鹤跟我说，意思是把小蝶许配给贵人。贵人那就是大宝。哎，这只是梦嘛，做梦都是相反的。虽然是做梦，但是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大宝，你还记得我在狱中托孤的事吗？我记得呀。你说等你死了之后，让我好好照顾小蝶。那是我爹要被斩首的时候说的有感而发的话。对呀，现在已经没事了，当时说的话不算数。不行，对，这孟老哥已经没事了，不用托孤了啊，不用了啊，不行，我是君子嘛，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对呀，我爹一向是言而有信的。是啊，我们都是言而有信的人嘛。哎呀！哇！大宝，师傅怎么了？怎么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这酒难道真的有副作用？怎么这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姿这么奇怪，你看看。可是我喝了7、8瓶也没有睡着，是不是他体质太奇怪了？坏了，我比谁喝的都多。唯独我不困啊，因为你不是男，也不是女啊！你什么？你什么？哎，你什么？我刚才做梦了，一个奇怪的梦。师傅，你做什么奇怪的梦了？一头麋鹿啊！迷路了？对呀，我梦见一头麋鹿。麋鹿一定说话了？你别捣乱啊！我梦见这头麋鹿跟我说：“小蝶。”要许配给金刚啊！你荒谬，简直荒谬！你把我们所有人都看成是穿开灯壶的小孩吗？你说谁荒谬啊？仙鹤就不荒谬了？你哪里是在说真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好了，别再争了，我受不了了。想什么呢？反正不是你呀，走开！哎呀，你急什么呀？
我来是当和事佬的，用不着你。我在想小蝶跟大宝怎么……牛种，到千金堂去说吧。怎么不去啊？去就去。对，怕他不成？去。门前清扫要牢记，各家责任各家要。哇，你看，这么脏，脏成这个样子，都不晓得是哪家老板的。哎呀，太不自觉了。哦，孟老爹，这样搭讪啊？我没有，别瞎说，我只是作为一个奉公守法的百姓，义务提醒他而已。三娘，你现在风姿了得，我第一次看见有人这么搭讪的。乱搞是吧？小心我曝光哦。我没有别的意思。总而言之呢，这事我们得有个了断。啊，那该怎么了断好呢？大宝和金刚必须有一个退出。我们金刚要跟大宝好好比试一下，看看谁配得上小蝶。哇，口气不小啊！好，你就比吧。哎呀，大家都听好了，这叫比武招亲。你输定了。喂，难道我还怕你不成？但是怎么比武都好，总得有个规矩吧？当然有规矩了。文武胆量一个都不能少。对，3局2胜，先文后武。如果分不出胜负，那就比胆量。怎么比啊？为了公平起见，我身为这一次比试的总裁判，在每一次比赛之前呢，都要说出规矩，这样对双方才算公平。一个起点才能高下立判，一目了然。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方法挺不错的。没问题，我赢定了。好，就这么定下了啊！咱们明天呢就要开始比赛了，你们2个是不是要去养精蓄锐啊？大宝，来啊！我传你一套拳法，这边走。哼，你走啊，尽管走，姑教你几句惊天动地的情诗。走。大宝，你说谁会赢啊？天机不可泄露。我知道，你肯定是要大宝赢，是不是啊？哎，别瞎说啊！我是公平的。啊，我先走了。哎，这是文斗啊！你们2个干嘛？撸胳膊挽袖子？好了，题目呢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此之前大家也不知道。其实呢，也有人呢明地里暗地里朝我这儿打听消息，想知道考题是什么。别看着我，我哪里有向你打听？要文斗的话，大宝会输吗？你应该问他。别看着我，我要是问了你考题，就算金刚输。快开始。好，题目呢其实很简单，你们呢开始背书，无论哪一篇，谁都不许重复，谁要停下来，谁就输。啊，半仙叔，他俩背的都不一样，这能行吗？这才公平呢，不限时间，还得要看学习积累呀，还得要看耐力呀。哎，等等，我现在突然间我脑子有点懵，我现在只能记得床前明月光，怎么办呢？哎呀，傻侄子，你不是最喜欢那个什么表吗？特别长的那个。哦，出师表，出师表，我听评书听过了1000遍，我倒背如流。出师未捷身先死，嘿，不妙啊！哎，你们唠叨什么呢？开始。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诗云：
今天下三分，居鸠在河之洲，益州窈皮窕淑女，死城碑及存亡，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士卫之臣，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复。放身于外者，参差荇菜，左右先窈窕淑女，他们背的对吗？我没有听清楚啊。左右冒之。他们背的都对吗？哎，别闹，我主要是看谁背的时间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出。哎呀，金刚，金刚，接着背呀！这胜负已分了，还不救人啊？啊，这就背完了？哎呦，背完可早呢，这才到魏风、风雅颂都背完了，得需要几个时辰。为什么他永远都背不完呢？比武，什么老狮子比文呐？什么稀不稀的？你倒是喊冤呐！比武！大宝，我给你熬了碗粥。哦，多谢。哎，你来的正好。我正在研究顶级机关呢。这个有用吗？当然有用了。哎，我今天表现如何？你背什么我倒是没有听清，可是姿势嘛，还算很潇洒的。我都不记得小时候我背过这些了。那天打开《诗经》一看啊，原来我都背过。哎呀，你别想以前的事了，一想他就头痛。来，吃一颗醒神丸。吃完以后呢，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比武呢。哎，这个醒神丸怎么长得不一样啊？这个是新研制的，你比武之前吃下去的话，能耳聪目明，反应敏捷数倍，还能内力大增，强身健体，刀枪不入呢。小蝶呀，你几时成了卖大力丸的啦？张半仙、张裁判，你怎么来了？哎，嘘，别闹！我这回特意来教你几招。不然呢，你明天会输得很惨的。哎，不用，本山人呢自有妙计。你这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那金刚呢，可是一身横面的功夫，我都让他3分呐，你不怕？哎呀，半仙叔，你别捣乱了。大宝，快把这个醒神丸吃下去啊！我卖了一辈子大力丸，还不知道是真是假，顶多是糊弄。这大力丸劲儿还挺大的。等等，我出去打几拳。糟了！醒神丸威力那么大？那个是让人兴奋的，是我研制出来给你比武吃的。啊！半仙，你吃了什么了？打死人啦！哎呦，这回可惨了。小心呐！这纹身画的还挺像。加油！加油！厉害吧？我今天就是要把他拿下。哎，小蝶，金刚，待会儿出手你要小心点啊！千万不要把他弄伤了啊！我看好你，加油！放心吧，好。休息。
哎，听说昨晚有人要传授武艺，是真的吗？哎，没那回事儿。哦，是吗？自作孽不可活。哎，古人说的话还真有道理耶。哎，偷鸡不成蚀把米。哎，也不晓得到底是谁吃错药了。废话少说，来，比武开始。金刚，你准备先打哪儿啊？我告诉你也无妨。我先冲天炮打你的脑门，然后拳没打牢，我脚底下就要踹你的尾椎穴，然后双拳变掌，连削带打。哎，行了，你可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啊！我这脑门你可打不得，因为我涂了辣手素素膏，没吃解药的人打上去立刻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还有啊，我这尾椎骨这边装了弹簧针，别说你一脚踢上去了，就算你多看几眼，也有钢针弹出来。你还想连削带打，那就很危险了。不管你想打我哪儿，可都得处处小心呐。真的？哼，不是你开玩笑呢吧？你看我周身上下鼓鼓囊囊的，可全都是暗器机关。我觉得你还是认输吧，万一你有个好歹的，我这下半辈子还得伺候你吃饭喝水。哼，哄小孩是吧？看拳！金刚，我是为你好啊！哎，大头，喂，有种你别跑！踹你！哪儿跑？别打！哎，别打了，再打就打到裁判了。站住！大宝，小心啊！这不是木头老鼠吗？你们现在是文斗还是武斗啊？还是比赛跑步呢？大宝犯规了，半仙，这武斗还有这么比的吗？哎，等等，认输了，我认输了。你认输？不认输还能怎么办？你这胳膊不要了。他壮得像头牛，怕什么受伤啊？你太过菩萨心肠了。怎么了？快，这是杀伤性武器吧？你慢点啊！果，你看到了没有？他哭了。是。小蝶芳心大乱，这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经常哭。傻瓜，现在不一样了吗？看不出不一样来呀。现在是小蝶面对终身大事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先赢得小蝶的心。这咋赢啊？比胆识，我一定赢。我知道你一定比大宝胆量大。哎，我是说，你要想想你们以后的日子。现在呢，你就得做一些让小蝶感动的事情。感动的事？我不会。我知道，笨死了你！你不会写情书，跟小蝶说心里话？哼，懂了没有啊？情书？哎，白仙叔，哎，你来干嘛？比试中不能私自出来见裁判的。我赢定了，口气倒不小。就大宝那胆子还用比试？我说白仙叔，咱还是聊聊比赛以后的事吧。哎呀，你别想了，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不是，白仙叔，我来找您呢，其实是想给小蝶写封情书。你是想提早让小蝶对你死心塌地呀？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情书嘛，当然要写的肉麻露骨啊。要别人见不得，见得看不得，看得想不得，想了要不得啊。不懂。
好。不许告诉别人是我说的啊！真的管用啊？哎，当然管用。去啊，找我小毒药。你呀，谁让你画这些下流的东西？说。没人。你呀，你也不动脑子想想，如果小蝶看到这些东西的话，他不骂你浪荡才怪呢。哼，能干出这种事的，左右不过张半仙。哼，这个老东西想搅局呀！撕了他，过来替你写。求人不如求公。思虑万千，不能忘言。你在哪里？我的心肝。孟富贵。这求人不如求己，可惜这斗大的字就认识半张床啊！哎，等等，哎，侄子，有话便讲，扯别的干什么？痛快！帮我写封情书怎么样？2斤蔗糖，外加酱牛肉3两。痛快！大方。走。嘿，把它打开，我帮你磨墨啊。来，写吧。写什么？写我的小心肝。不妥，肉麻，太肉麻了。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要回家。哎，别走！这样，你写几个字就行。这肉麻的话，我自己写。呜呼哀哉，写什么？想。字不错呀。蝶。哪个蝶啊？我画个蝴蝶吧，画画。对呀，画画就行了嘛。你说我这脑子，画画就行了嘛，是不是？来，给我。小蝶，干嘛？你干嘛呢？发呆呢。哦。你要干嘛呀？你看看就知道了。小蝶，想什么呢？小蝴蝶，我圈圈。这是蛋的意思吗？我蛋蛋你很久了。有才，太有才了。千户大人，冷月来了。是。有什么事这么急把我召回来？
朱天宝出现了。朱天宝没死吗？他摔下悬崖，被人救了起来。他已经失去了记忆，忘了以前的事情，已经认不出我和朱天祥了。那朱天祥怎么看？朱天祥，他顾念手足情，要我别动他。这朱天宝万一恢复记忆了，怎么办？所有把你从京城调过来，朱天祥一厢情愿，他感情用事，我跟他可不一样。老岳，趁朱天祥不在，我要你把朱天宝给杀了。一来解我心头之恨，二来把事情做个圆满的结束，免得让朱天宝恢复记忆，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好啊，这杀人的事儿，我是最爱干的。老岳，把事情做得漂亮点，别让朱天祥看出是我们干的。这一场的比试是考验人的极度承受能力，很可能会有人因此吓得个灵魂出窍啊！在城南有一间很多年没人敢去的废屋，相传那是一间鬼屋，每到午夜时分，总会传出凄凄惨惨的哭声，那是一个女人的哭声。不知道多少年前，有个冤死的女人被困在这间屋子里，她的名字叫媚娘。媚娘生前最喜欢梳头发，她的头发又长又黑又亮。胆量比试的规则就是要在夜半时分去这间鬼屋拿来媚娘的梳子和镜子，谁能第一个拿到，谁就是胆量比赛的胜者。不过，如果有人动了媚娘的梳子，那就千万不能再动媚娘的镜子，因为一旦这样做了，你们就会看到镜子里闪出媚娘的脸。真是，瞧你们这害怕的样子，你们去了，准会把你们吓死。张半仙一点都不好玩，我回家了。侯主，张半仙，你要吓死我啊！看你讲的，好像个真的似的。谁说不是真的呢？好，你们有权退出，不必去冒险见鬼。怎么样？你，就算是真的，难道你要放弃吗？我，哎，他怕你是童男，神鬼不侵，神鬼不侵。哎，大宝，探索真相，探索真相。不，真相好可怕！哎呀，大宝，你就不能长点志气吗？你就甘愿输给金刚，把小蝶送给金刚吗？啊，当然不能了。我是那么胆小的人吗？好啊，你胆大，你先去。你先去，大宝他害怕，你先去。夜已到，媚娘等着你们两个呢。不要怕，金刚，我支持你，快去，快去。好，我去。加油！没事啊，没事。
易就吓跑了，还吹牛说胆子大。保佑啊，保佑啊！观世音菩萨、齐天大圣、玉皇大帝、钟馗大哥，你们一定要保佑我啊！一定晚生大宝，尚未婚嫁，此次前来无意讨扰您老人家。您啊，不是，大姐多多包涵啊，大姐！鬼啊！媚娘，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们萍水相逢，日贵殊途，你就放了我吧。是我。小蝶，怎么是你啊？大宝，我是来陪你的。哎呦，你把我吓死了！你干嘛穿白衣服呀？我还以为你是媚娘呢。这里这么黑，我穿白衣服来是想让你认得出我来。哎，你看，媚娘的梳子就在前面那个桌上，我现在就过去拿，你在这里等着我，听见没有？你不害怕吗？我怎么会怕呢？为了你，我也要鼓起勇气。真的吗？大宝，那你一定要把梳子拿回来。小蝶，你可一定要站在这里啊！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可得救我呀！不是，我是让你看看我胆子有多大啊！我去了啊！没事。大宝，你看到鬼了吗？我不知道，我没看到。哎，等会儿，小蝶，你刚才看到鬼了？该不会是媚娘吧？肯定是媚娘。媚娘，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我也不应该丢你的梳子，对不起啊，我刚才是吓坏了，你别着急，我这就帮你把梳子找回来啊，我马上找。小蝶，我找到了。娘，梳子我已经找回来了，请你原谅我，我真的需要这把梳子，我先暂时把它拿走，不过我保证改天还给你。这太吓人了！不行，我要弄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鬼。
原来家人在此啊！小蝶，快来看，快来看媚娘，来！我们还是走吧，啊，走吧。来来来，张半仙，大宝，这怎么可能啊？这个已经在我手上了，怎么不可能啊？那你们有没有看见媚娘啊？当然啦。啊，其实媚娘只是挂在墙上，反射到镜子当中的一块布而已。没错，这一切都是自己吓唬自己。那间房子根本不算什么鬼屋。不算不算，既然不是鬼屋，这一盘不能算。对对对，那如果不是鬼屋的话，金刚跑进去又跑出来，他怕的是什么？我怕他是时候宣布结果了。好，哎呀，大宝和金刚的竞赛结果，大宝是2比1胜。好，继续追小蝶啊！耶！哇，你看，哇，太好看了！哇，你看，哇，真漂亮！哇，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哇！哈哈哈哈哈！哇，真好看啊！哇，三娘。原来那鬼屋的女鬼竟然是一块布啊！哎呀，没劲没劲，我还以为是哪个狐仙呢。把朱天宝给我盯紧了，不能再放过他。是是。半仙叔，哎，你们要去哪儿啊？我们去采药。好，去吧。好。哎，仙人，您算算，那里面可有狐仙呐？能助我考取功名吗？2两银子啊，我给你一道符，到时候。哦，啊，给你。小姑，小蝶呢？唉，你找他干什么？他和大宝恩恩爱爱的去采药了。我要去找他。哎，别去了，省省吧。小蝶的心已经在大宝身上了，你已经输了，就别再争了。赶明儿姑再给你介绍一个。小姑，你就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静静也好。小蝶，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啊？之前我们2个人天天相处，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可是现在我们2个人注定要在一起之后，我们之间反而有了奇怪的隔阂。怪不得这俗里男女在婚前不许见面呢。哦，是啊，好像还真是这样啊。多日不见，你过得很快活呀。是你？是我。没想到吧？这一生2次都是由我来结束的，是吧？算你倒霉。2次？什么意思？等你下了地狱，阎罗王自然会告诉你。上！小蝶，快走！
快走，追！站住！你先走。追！小蝶，没事吧？来，快起来，起来！小蝶，你快走，他们是冲我来的。我不走，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你不会死的，快走！别让我分心，快走，走！死猴子千户，你爷爷在这儿呢！大宝，我追朱天宝！